房屋局公布最新私人住宅一手市場供應資料，截至今年第二季，未來3至4年一手私宅供應進一步跌至96,000個單位，較首季10,100伙按季減少5,000個。值得留意，減少數量創自2009年第二季後的17年最多，若與2024年第一季11,200伙的紀錄高位比較，潛在供應已累減約16,000個，並自2022年第三季後首次跌穿10萬伙水平。美聯物業分析師岑仲謙指出，第二季潛在私宅供應按季顯著減少，主要因三大供應來源全面下跌所致，包括已批出土地可隨時動工、建築中未售出單位數目、已落成未售出單位數目。值得留意，現樓貨尾自去年第一季高見28,000伙後，已連跌5個季度，累計大幅減少9,000伙。潛在私宅供應按季大減，新盤銷情理想是主要原因。綜合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資訊網資料及市場消息，第二季一手私宅成交量6月5,200宗，反映市場吸納新盤強勁，帶動現樓貨尾與建築中未售單位數量按季齊減。